Hello，我係 Angus，今年14歲，我準備去慕尼黑。其實都有啲驚嘅，驚呢日出發唔到，但係我諗大部分都會出發嘅。有少少擔心咯，但係都 OK 嘅。頭先我揸車過嚟嘅，咁沿路都係好大風大雨啦，咁要揸得好小心啦，但係都安全嚟到機場。我冇擔心過，因為阿媽媽喺度嘛，學下當地嗰啲文化啦，睇下當地啲有咩好食啦，去中意食麥當勞，等佢睇下當地嘅麥當勞係點嘅先。舊年就參加咗英國，上年呢就參加咗美國洛杉磯嘅遊學團。咁因為當時有諗過去德國讀書，諗住喺德國住嘅，咁呢就諗住報慕尼黑呢個團就去德國嗰度睇下當地嘅文化，嗰度啲嘢係點樣樣嘅。我當然最想做嘅嘢就係好似頭先爸爸咁講啦，去試下當地啲嘢食，當然都包括埋麥當勞啦。我希望可以喺呢次喺慕尼黑嘅經驗就令我學多啲點樣同人相處嘅技巧咯。